在高雄鳳山的中校派出所長中晝的時呢，有一個民眾安尼雄雄公公走入來內底，講因厝內3歲囡仔呢，規身軀攏軟了，而且閣並白牙。這警察隨家開路，互伊原地15分鐘的車程，3分鐘就送到病院啊。即馬這囡仔人已經平安，也那家屬嘛真感謝。畫面上一個查某人雄雄公公走入來高雄鳳山中校派出所的值班台，無偌久就看到員警衝出來開車，警察車駛過對面路，就看到一個媽媽手抱3歲查某囝，囡仔已經規身軀軟軟，唔知人。頭擺拄到這種狀況的媽媽，驚甲骹手肉皮皮喘，拜託警察到3工。約到是不是？小朋友後續我們有打電話關心啊，那他是說。醫生是說有感冒，那有住院觀察這樣子啊，那生命部分就是恢復正常的。員警一路等警部放送車頭前的車讓開，原地對中校派出所到病院要15分鐘以上的車程，警察敢若用3分鐘就到位，讓囡仔即時得到救治。不過警方也要提醒，民眾拄到緊急狀況，第一時間尋求警方的協助無唔對，不過上好也是愛用專業的救護車來護送才是正辦。警方呼籲啊，緊急狀況時，警方可以協助開道，但是警車啊沒有專業的救護設備。如果需要緊急救護狀況時，能需撥打119救護車。家屬講，頭擺當着囡仔叫攏袂見，閣並白牙，真正唔知要安怎。第一個反應就是衝過對面的派出所討救兵。雖然囡仔也在大醫，不過狀況真穩定，實在真感激警方的到3工。記者柯家族邱超陽高雄場報道。